大家好，我係 Ray，呢次我人生第一次錄視頻啦。咁身為電影人咧，就喺度同大家傾下有關於電影嘅嘢啦。呢條頻道咧，我希望保持輕鬆，好似朋友傾偈咁。但喺片尾部分咧，我都會加翻啲專業少少嘅分析嘅。咁呢一次，我想同大家傾嘅係《阿凡達3》。《阿凡達3》咧，我係俾佢7分嘅。咁喺豆瓣網咧，佢7.6分。第一集就犀利啦，高達8.8分。第二集係7.8分。咁好明顯，第二、第三集嘅分數咧係比唔上第一集，係仲差好多。咁第三集喺票房方面啊，喺全國而家票房咧9億幾啦，咁捱去12億咧，我覺得都好問水嘅。咁比起第一集喺2010年年初嗰陣時上映咧，係有13億幾嘅，破咗嗰陣時嘅紀錄啦。咁啊，仲有咧就係話佢加埋重映咧有17億嘅。咁第二集都仲有17億，係3年前上映。但係咧，第二集嘅票房咧一定係受第一集嘅好感帶動底下嘅。咁啊，第三集咧反而係有壓力嘅票房。點解咧？因為第二集睇完出嚟嘅觀眾唔係幾滿意嘅。咁至於全球方面啊，《阿凡達1》就犀利啦，轟天動地29億幾美金喎。咁啊，第二集咧都仲可以保持到23億幾美金。咁到第三集而家咧上映咗2個幾禮拜多啲啦，係9億幾10億左右啦。咁啊，到尾應該係喺16至18億度落墨㗎啦。咁喺評分上同埋喺個票房度都明顯係下滑咗呢2-3集。咁即係亦係話俾我哋聽，呢2-3集咧都係唔係一部非常成功嘅作品。咁啊，同埋觀眾咧用腳嚟投票咩？佢哋就勸告呢個詹士金馬倫同迪士尼公司啦。因為佢哋對第4、第5集唔係好期待嘅啫。咁你仲敢唔敢開第6、第7集啊？咁但係聽講咧，迪士尼公司咧係好鍾情呢個系列嘅喎。佢第2集搶咗個版權翻嚟之後咧 ，CEO 仲同詹士金馬倫講笑話，為咗搶呢個版權啊，我連霍士公司都收購咗啦。咁啊，4、5集呢個開咗綠燈已經拍咗部分啦。咁啊，但係佢個成本係幾多咧？會唔會超過而家4億美金更多咧？咁啊唔知啦。咁啊，但係到時如果票房再打個折扣，唔見3-4成，哇！個風險幾大，甚至蝕本嘅喎。咁但係為咗呢個商業嘅原因咧，可能係一個主題公園啊、商業產品啦咁嘅需要咧，咁啊迪士尼要開咧都明解嘅。咁啊之後第6、第7集開唔開？咁啊睇佢膽識啦。講翻《阿凡達3》個餡嘅內容方面啊，喺主題嚟講咧，佢比唔上第一集嗰個抱負同野心。佢講一家人啊，永遠喺埋一起啊，對抗外敵啊，唔可以逃避嘅。連一個族群都係咁。其實第一集個尾都諗咗少少嘅，咁呢啲好細嘅嘅啫，人有我有嘅主題。但係對觀眾嚟講，佢又唔係咁賣嘅。咁啊，觀眾係緊張緊嗰個劇情同埋係追緊個人物嘅啫。咁對於劇情嚟講，一定要拉埋第2集嚟講嘅，因為佢2個先係一個整體。咁觀眾咧好多都認為同我一樣嘅，係覺得佢啲劇情咧有時係重複緊第1集同第2集。尤其是咧啲細路仔玩得最開心嗰時咧，肯定就俾人捉咗嘅。咁然後咧 kidnap 咗之後咧，就威脅呢個主角阿 Jack 出現現身，然後甚至會影響埋佢同兩夫妻娜塔莉嘅安危嘅。咁呢啲睇到觀眾都攰㗎啦。咁啊講翻呢部戲個優點咧，佢喺設計個蜘蛛個呢個角色嗰度咧係唔錯嘅。呢個地球人咧喺呢個潘多拉成長，同呢個主角嘅細路仔長大，然後佢係反派個仔嚟㗎嘛。咁呢個關係上嘅矛盾啊，戲劇嘅張力咧就會出現到嗰度。咁你諗下後尾佢仲發展到成為咧一個人類嘅軀體同一個納美族嘅奇利喺度產生個鬥華嘅戀情。咁本來個設計係唔錯，喺仲有一個自由呼吸呢個問題啦，都係唔錯。但係可惜，我覺得佢揾錯咗個演員咯，個演員係做唔到呢樣嘢，同埋交唔到貨。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失誤嚟嘅。咁佢嘅失誤係仲唔少嘅，仲有包括咧佢嗰個呢個蜘蛛咧，為咗個呼吸問題咧，成家人去保護佢，去翻原來個島嶼。咁我覺得好奇怪。佢哋嗰陣時第2集嗰時為咗逃避就好低調咁去島礁族嗰度，然後咧就好隱姓埋名。咁而家咧就竟然去坐一個商船，咁然後一家人去，點解唔係阿 Jack 一個人去咯？即係其中一個仔帶佢去。咁所以呢樣嘢咪最好，你成
呢個又俾人捉咗啦。原來呢個形勢咧就帶個風行雙旋嗰個場面出嚟，等觀眾滿足嘅。咁觀眾咧其實係對呢啲場面嘅滿足嘅程度咧好快又一陣咧就又唔係好強烈㗎啦。咁可能佢對劇情咧一啲興奮感都冇，包括 ending 陶坤呢個大戰呢個艾娃出手觀眾好似一早估得到嘅，完全冇興奮感啊！阿凡達3咧好多時圍繞係兩段嘅父子關係度描寫嘅，一段係有真實嘅血緣關係嘅，就係阿 Jack 同個二仔，大仔嘅死亡咧，雙方有好多誤會，產生隔膜。到最後當然係冰釋前嫌啦，呢啲係好例牌傳統嘅橋段，亦冇乜犯錯嘅。第二段嘅父子關係咧，沿用呢個第二集嘅新嘅富力奇阿凡達軍官同呢個蜘蛛嘅所謂嘅父子關係。軍官捉咗蜘蛛翻去，產生好多感情嘅篇章之外咧，同埋咧蜘蛛甚至教過佢用阿卡蘭。咁觀眾可能擔心蜘蛛會唔會變咗無間道啊？但蜘蛛係一直都冇嘅，佢係都係企喺呢個南美族人同阿 Jack 嗰邊。咁呢個父親嘅光環咧，呢個反派好似好中意咁啊！咁一住都 keep 住嘅。咁咧佢可以放棄呢個軍事嗰個任務去捉呢個 Jack 同埋呢個報仇娜塔莉，都要先救咗個仔先。甚至同阿 Jack 一齊合作去救雙方嘅仔。咁唔知大家咩感覺？咁佢最後個更加厲害可以為個仔去犧牲。咁死之前仲同阿 Jack 講呢個場面好尷尬。咁我覺得都幾尷尬。佢光環咁厲害，將個反派寫得咁人性化，但係佢咁相信呢段血緣關係嘅真實性，其實佢冇真實血緣關係。咁我覺得即係個殺傷力對反派係影響咗嘅。咁再影響嘅亦係呢個阿 Jack 個形象。佢中後段甚至乎要殺死呢個蜘蛛，就係因為驚佢俾地球人捉咗，就會研究出呢個自由呼吸。咁我想問，冇蜘蛛係咪就一世都研究唔到自由呼吸咧？冇蜘蛛，地球人就唔會再攞嚟做移民咩？唔會移民嚟潘多拉咩？佢哋嗰個殺傷力已經嚟緊㗎啦。地球已經喺度毀滅緊潘多拉㗎啦。咁點解你仲要去傷害一個你養育咗10幾年嘅睇住佢長大起碼同你啲細路仔一齊玩嘅一個可愛嘅男仔咧？呢啲係做唔出嘅，呢啲唔係主角嘅光環嚟嘅。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 bug 嚟嘅。完全殺害咗呢個角色喺第1、2集造成嗰個形象效應。主題同情節同大家傾過下啦，而家翻返人物一方面，頭先講到男主角嘅人設受到破壞，但係要做到導演要求個戲劇效果咧，唔係冇可能喎。你睇翻個《喋血街頭》咧，梁朝偉殺呢個張學友嗰陣時咧，戲劇張力係好強，係非常之好睇嘅。咁即係話咧，男主角要受到呢個冇得選擇嘅情況底下，情景好困嗰陣時，先至可以有呢個念頭咯。例如一個豬俾呢個地球人捉咗去研究呢個自由呼吸要成功啦，原來男主角係知道咗咧，如果呢次成功咧，地球人會全面性入侵個潘多拉星球，然後咧佢哋南美族人咧會受到極大嘅傷害。喺大二之前，佢由呢個念頭產生係可以嘅，到時亦需要呢個蜘蛛喺劇情上咧可能受傷然後有自我犧牲嘅精神，咁先至可能推動到呢件事。但係到尾當然男主角係唔可以殺佢㗎啦。咁你至於呢個男女主角咧，喺第1集嗰度咧，觀眾係非常之欣賞嘅，跟住佢去。咁角色咧係推動咗劇情嘅，但係呢2集咧好似被投閒自散。咁
只有中段喺度排除揀難啊，救翻啲細路仔啊，咁同埋後段嗰種搖旗吶喊啊，要拉到族人嘅角色去反抗啊，呢啲都係頭一集已經出現過㗎啦。所以喺第二三集嘅觀眾係對呢兩個角色咧係冇乜突破咧，係有啲失望嘅。仲有咧就係男主角咧喺過程之中咧，好多時顯得又好立落啊，同埋判斷力好低啊，包括個演員個表達亦係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女主角嘅戲咧係搶咗好多。娜塔莉咧，即係個潛入嗰個地球基地救夫咧，呢啲係好威猛嘅表現，威猛嘅表現。咁同埋咧佢企喺度咧，拿住支箭咧，面對住一班嘅反派咧。都好氣勢好好嘅，咁但係佢嘅設計唔錯，但係佢嗰個人設咧都係受到呢個蜘蛛嗰個事件係破壞咗，因為要殺害蜘蛛嗰個念頭咧，首先係來自佢嘅，咁佢係始作俑者嚟，咁原因咧佢係憎恨地球人喎，咁但係佢嗰陣時喺潘多拉仍然留到好多地球人喺度，包括佢老公亦係地球人轉變過嚟嘅。呢個係好似唔係好成立啊，揾戲嚟做嘅。咁同埋咧，佢一個咁大愛啊，俾人感覺咁愛、敢愛敢恨啊，地球人都咁戀愛啊，呢種嘅人咧係非常之值得人欣賞嘅，冇乜呢個地域嘅歧視嘅。咁點解會有咁嘅否定地球人嘅念頭咧？咁揾戲嚟做啦。咁同埋咧，佢就將呢個大仔個死咧就推卸咗喺呢個蜘蛛個問題身上。喺個兵荒馬亂嘅時候，為咗救蜘蛛而傷害咗另外一個人，呢啲情況係值得諒解嘅。點解佢會變咗咁小心眼咧？所以佢個角色亦係受到好大嘅破壞。講到反派啊，詹士金馬倫寫反派嘅高手嚟添啦。阿諾舒華辛力加第一集呢個未來戰士，哇幾威猛先得㗎！第二集水人人啊，喺電腦特技加持底下咧，都好有殺傷力㗎。鐵達尼號咧呢個反派未婚夫之外咧，其實真正嘅反派係當時嘅世俗眼光階級觀念啊嘛。咁男女主角都好受壓力㗎。到《阿凡達》第一集嗰個富力奇軍官反派咧，都完成任務咧，可圈可點嘅。咁喺呢啲娛樂特技大片裏頭咧，反派係標籤性啲咧，單一任務啲咧，反而係幾好嘅，無可厚非嘅。咁而家喺第二三集咧，加重咗個人味咧，富力奇反而咧就嗰個邪惡個 power 咧就削弱咗好多啊！尤其是佢好多時咧喺第三集咧談判得好守規矩喎，即係唔會話啷禮啊耍野蠻啊，甚至燒人哋條村，完全係冇呢啲咁啊！咁仲有咧佢邪聯盟咧跟呢個女反派咧，本來係幾好嘅設計嚟嘅，但係咧一困埋起咧兩個好似談情説愛咁，睇到會覺得好核突咯。我講到呢個女反派啦，呢個灰種族嘅亞朗咧。個出場啊、形象啊，同埋嗰啲戲啊、搞嘅場面啊，都非常震撼嘅，可以講好成功嘅。但係咧一對呢個呢個軍官出現咧，同佢談情説愛咧，成個弱雞晒啦，好似小鳥依人咁喎，仲要突然間識講英文喎，所以咧你覺得呢個角色咧完全係報廢嘅，變咗一個工具人咁。仲有咧就導演就加重咗佢個前設，就話佢咧係因為有災難咧得唔到一個艾娃嘅幫助，佢妒忌嗰啲得到艾娃幫助嘅人，所以去對付嗰啲人，所以去傷害嗰啲人。咁呢個前設咧其實係唔合理嘅，因為呢個邏輯性係唔啱嘅。因為如果你係真正嗰啲咁嘅成個星球都信仰嘅女神咧，你如果一係咧就係話否定佢嘅存在，又或者係你覺得自己做唔足嘅啫，你唔會轉移咗個妒忌變咗係去傷害人，你係會反社會係可以，但係唔係咁樣去變就㗎咯，係先會憎恨覺得冇呢個真神，然後慢慢變成反社會，而唔係為咗去妒忌報復。咁所以呢個邏輯咧，我問屋企人咧，佢哋都唔係好懂㗎。但係我問翻 AI 嗰時咧，佢就係答覆我同樣嘅答案啦。咁然後佢俾咗一個好 solid 嘅
解釋啲，即係佢就話係創作者嘅敘事嘅懶惰。咁呢個敘事嘅懶惰咧，唔單止係佢嘅，女主角嗰個憎恨呢個蜘蛛，我覺得都係一個敘事嘅懶惰嚟。正反兩派嘅核心人物嘅人設咧受到嚴重破壞。咁啊，加上呢個劇情嘅拖沓重複，又有我講個大北。咁啊喺個口碑同票房咁嘅下滑咧，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咁我俾呢部戲7分咧，好多分數都係技術上嘅分數。咁啊，尤其是佢嘅電腦特技啊、場面啊、美術實在係好正嘅。咁呢啲喺我心目中都係8.5分，甚至以上達到9分嘅。咁但係劇本內容方面咧，我真係覺得佢唔合格，只可以俾佢一個5.5分。咁我打個中間數咧，所以我俾佢分數係7分。詹士金馬倫才華橫溢，係電影界奇才，相信大家唔會點反對。佢作品好多時候都係自編自導嘅，好多都成為經典啦。未來戰士系列啦、阿凡達系列啦，同埋鐵達尼號都係膾炙人口，叫好叫座，實在太犀利啦！佢好多時都帶動咗電影界嘅產業鏈，對電影嘅技術亦因為佢而提升咗嘅，所以佢對電影嘅貢獻係好大。佢係我最尊敬同埋欣賞嘅導演之一。咁你冇辦法唔服佢喎，好似穿越啊、未來世界嗰啲機械人啊、災難片啊，同埋水底作戰啊，都拍過唔少啦。但係佢之後攞翻嚟拍，仲可以拍到咁經典、咁精緻嘅氣勢磅礴，同埋呢個娛樂性豐富，呢個就係佢嘅天分同才華。所以佢喺27、8年前，因為鐵達尼號上台攞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嗰陣時，佢話佢係 The King of the World， 有少少自大。但係呢個都係自信嘅表現。但係鐵達尼號當時實在太犀利啦！如果因算而家嘅票價嚟講咧，佢應該係60億美金，即係而家全球冠軍阿凡達1嘅雙倍。所以佢係實至名歸嘅。但係佢自信會唔會好似其他導演嘅過分自信而拖後腿咧？點解會咁講咧？好似佢10年前寫成嘅劇本，2、3集係一個故事嘅整體，4、5集係一個故事嘅整體。佢咁嘅安排咧係好致命傷嘅，因為2集劇本分割嚟拍攝，咁呢個到時出嚟咧好容易產生好唔好嘅效果。同時佢知唔知10年後嘅觀眾嘅口味會係點咧？個潮流係點咧？而家嘅觀眾中意睇短視頻，甚至係 AI 生成嘅視頻，佢哋嘅資訊太多，根本佢冇時間去睇咁多嘢，同埋冇耐性。如果3個幾小時嘅電影，佢係好大壓力，同埋佢會要求特別嘅高。仲有嗰陣時 IMAX 嘅成功、3D 嘅成功，而家喺中國國內可能仲係拖後腿添。呢個你想象唔到嘅。喺國內有啲戲院 3D 嘅戲飛喺呢部戲上，仲有陣時仲平過2D。我哋入戲院嗰時都耽誤咗幾分鐘，原因咧係 3D 眼鏡 LED 咧要碌200蚊咁排晒長龍，對觀眾嚟講都係扣分。咁呢啲我諗佢就始料不及。咁我同好多嘅觀眾都可能一個諗法就係對佢第4、5集係唔係好期待嘅，但係對詹士金馬倫嘅作品我就好期待喎。我希望佢下一步唔係開阿凡達，而係拍啲新嘅題材、新嘅系列，或者甚至同 AI 生成視頻咧有深度嘅合作，可以製造一啲我意想不到嘅奇觀嘅電影。咁真係太好啦，因為睇佢嘅戲好開心，同埋我哋可以學到唔少嘅嘢嘅。咁對《阿凡達3》嘅評論咧就到此為止啦。咁之後咧，我仲會發一條片，係會將《阿凡達3》同埋《瘋狂動物城2》咧拉埋一齊講嘅，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呢啲咁嘅超級大片嘅續集會遇到嘅難題，或者係啲破解呢啲難題嘅方法。咁同時咧，我對上述2片咧會有啲好特別嘅想法。咁到時希望大家都能夠收看啦。